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32回。我是鸟豆，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平。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希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31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才有甲咱斗去这个网站，佮有阿平、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31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佮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精选的文章第一篇：台湾需要有照起讲教的历史教育。作者是廖瑞明教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93页，线顶18期第5页。第二篇历史甲语言，作者嘛是廖瑞明教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93页，线顶19期第4页。第三篇评新台湾人的台湾观，作者是蒋维文教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94页，线顶26期第5页。无册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人会使请麦，欢迎来斗阵读册。好，咱会使开始啊。我暗讲遮好，好，咱今仔日有3篇，毋过其实3篇除了蒋教授迄篇，这2篇无介长。敢有人要上来甲咱做伙读第一篇？我上来好啊。好，感谢咱咯。历史是咱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过程甲成绩，伫历史内底会当看到咱人已经拍拼过啥物代志，甲也毋捌做过啥物代志，互咱了解到人的有限甲无限。历史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带咱去反省人的过去，找找人拍拼的目标，而且发现人性的尊严。中国人足巧的，真早就发展出真成熟的历史，因的统治者自头就知影要垄断历史的写作权甲解说权，利用历史做因统治的工具。历史伫因的手头变作政权正当性的理论根基，统一人民思想的教材，甲做官人的参考资。因为安尼，历史的内容拢甲政治有关系。若讲历史是一面镜，中国历史这面镜，敢若会当照出统治者的影。照袂到一般百姓所行过的脚迹，用这款的历史来教育，当然嘛无法度显示出人性的尊严。真不幸，咱台湾人现此时一直所在接受的历史教育，拢是这款中国式的教育。一般人若讲到历史，就就惨嘞，讲迄是帝王将相的斗争史，朝代的日记晓，甲我有啥物时代，也若无，就是掠准历史是咧教人安怎用价值去对付别人，讲胜者成王，败者为寇的历史的真理结局。历史毋若无教人较有人性，反倒全在教人寡生存竞争的撇步，完全失去教育的本意。搁较不幸的，台湾的历史教育方式失败，毋是学了中国文化悠久博大帝王丰功伟业，伟业嘛同款啊，同意思，就是灌输一寡政治教条，啥物暴政必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四，每一个人对历史的思考空间
将咱人甲历史对话的管道拢窒死了了。结局若未当了解过去，嘛毋知通关怀现在，袂输吊伫半空中，茫茫渺渺，知家己伫时空的定位，完全失去历史感。这是台湾目前所有文化危机的起点。好，我读到这。感谢陈咯，读了真好。陈咯，甲咱读这3趴，大家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有一字，第3趴，第5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KHOO 第3条，嘿，拄则陈咯敢若读口，迄个音差无，好，以上，感谢小嘉。歹势，小嘉你查的是迄落一个 O 啊，两个 O。两个 O，OK， 了解，多谢。感觉有，好，无就刷落去。歹势，我还有一个字吼，就是请教一下啦，大家会安怎读较感觉较顺？就是咧第2趴位会较算开第2段吼，头一句话是讲敢若会当教主，后壁佫有一句是教还是教？因为迄2个字吼，敢若拄则单独读的是无共的音，迄应该是我读唔着，应该是照就对。对。教嘛是有即个音啦，系啊，只是讲。唔系啊，莫安尼讲啊，讲笑啦，讲笑。笑哦。笑。系啊。会使读笑哦。用电话甲笑出来，共款意思啊，吼。笑。CHHIO 第7条安尼。对。哦。安是毋是较搁较歪意？若是你讲笑吼，其实迄意思敢若笑甲笑敢若是差不多的意思呢。因为若是看代志的，伊是写讲若是笑，就是用灯火去笑迄暗的所在，迄意思敢若无啥共呢。笑是真正你是甲迄摕一个火啊，还是灯还是啥物件去。较乌的所在，该笑较光安尼，会用迄爱读笑。若照就是，比如讲对照，要去看啥物物件，要去根据啥物物件来对照一个，就是读照。若照就是有迄款反应的意思。敢若这3个音意思拢有小可无共，嘿，大家会使去参考一下。以上，若这边是要安怎读较顺啊？我即摆就是要问讲安尼，这是安怎？迄落啥？我看迄个台历大书店的原册的迄落档案，伊内底用的汉字嘛是迄个照，伊内底解说是，敢若是较安怎讲，就是较专工伫讲用火也是用灯去照。去甲黑暗的所在，互伊有光安尼迄种感觉。所以是毋是读少？安尼我是感觉应该是会当用啦。毋过我无确定讲，其就是较正式的用法，敢袂使安尼。有若是你看即趴内底吼，伊讲中国历史即边行，我是感觉即边吼可能爱读少。对，若后壁迄句，我感觉爱读照，因为伊讲的是照袂着一般百姓所行过的脚迹。若是我感觉摕咧读起来，感觉就是敢若是拢爱有光啦，要有光才有法度甲透过即个镜才有法度看会着。也是下米有伫遮有问一下下米看伊的意见啊，下米。我咧讲话是毋是搁在查迄个书单啊？歹势，迄个
敢是咧讲迄个石甲迄个笑，即对两个对对对，石就是光线有够的所在，迄拢是石，就是比如讲你若点电火，就是石互光。啊，若一般咱讲笑，就是你是控制迄个光线，你要去找物件，有一个想要甲石互光的迄个所在，还是看要你一般就是你会感觉是较想要去找物件，比如讲你摕迄个手电啊，你去笑互光，嘿，啊，笑互光就是干那要互光看会到，啊，若去笑就是有淡薄仔要去找迄个感觉。你若是讲为镜反射倒转来，迄应该就是干那可能就是光线呢，嘿，啊，所以遮嘿啊，遮要你感觉是较用读倒一个较适合？我歹势，我真无看迄个前后文，迄规句是安怎？若讲历史是一面镜，中国历史即面镜，干那会当照出统治者的影，照袂着一般百姓所行过的骹脚。其实照你讲，应该镜是干那照尔啦。毋过我感觉啊，因为伊是讲迄个影啦，毋过当然伊话语的意思，敢若较像笑。毋过照字面的意思应该是笑。嘿，OK， 了解。好，感谢海比，感谢丹咯，感谢良知，感谢小嘉。大家刚刚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那无第4趴，我来。良知讲。历史是因为咱关怀人，关怀现在，关怀咱的土地才有意义。若无，只不过是古册、古籍甲画照尔。所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上，无爱有3个原则：头一层，爱对人性的尊严出发；第二，爱对现在的处境有关怀甲了解；第三，爱对家己的土地先了解起，一定爱安尼，才会当教出有人味、有生命的历史。也只有安尼，每一世代、每一个人才会当向历史来学习，以及历史对话问问题，得到无同的启示甲智慧。今仔日要改正台湾的历史教育，大先爱对加强台湾史的教育做起，一方面会当培养咱对这块土地共同的历史感情，进一步伫历史内底反省，改善现在的处境，创造未来有人性尊严的文化生活。这才是一个有照起工来教的历史教育。以上。感谢良知，是读了真好。啊，良知甲咱读2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还是啥物所在要讨论？有一句迄长句，敢若无啥正确，就是第4趴就拄则良知读的第1趴，第2句话上后壁遐，所以正确的历史教育，这边爱一个导点，上无爱有3个原则，以上。感谢小嘉，我袂记遐良知安怎读安尼。伊就敢若甲迄个历史教育上无爱有3个原则，安尼怪怪。所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上无爱有3个原则，所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上无爱有3个原则，上无原则，上无爱有3个原则，所以根据介重要。感谢小嘉。感觉有，那无第2篇历史甲语言，伫咱遮也无几个人啊，来刷来，啥物来读？阿明，阿明，可能去变数，无要紧，无我来好啊。好，历史甲语言甲文字是2种无共款的符合系统。文字存在唯一的理由是要表现文字，
语言会使讲是身躯文化的基本，但是长久以来，咱大多数拢敢若重视文字，煞来矮化语言的价值。历史上，毋对，历史上早是靠语言来相传，等到文字发明了后，才用文字来记录。实在讲，历史甲语言有真密切的关系。一般人真少提起这项重点，敢若在讨论历史甲文字的问题。中国真早就有人讨论历史甲语言的问题。伫第8世纪唐朝的时阵，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刘知贵，伊写一本真有名的历史评论集《史通》，内面有一篇言语篇，特别讲写历史爱用当时的文字话，毋通用古语来写近代史，佮讲毋通将民夷的话改做中国的文言。伊主要是在批评唐朝政府官修的八条各国的历史，因为其中所用的文字拢用汉人的口气，语义拢变做华语，徛伫历史知识的立场甲原则，安尼是无及格的。也就是讲，照理八条各国的历史应该用因家己的语言，上无嘛爱表现出原味来记录，若无用汉人的角度来写，拢走进去。以上，感谢小嘉，读了真好。小嘉甲咱读的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无吼？无我就刷落去读哦。咱是补充一下，迄个为伊通常好读做意啦，迄个义。感谢下边，敢有无啊吼？好，第4趴，敢有咩来甲咱做伙读？我来。好，感谢安公讲。即款问题，伫刘知贵以后，无看见人搁再重视伫汉人三民主义的世界，用汉语主宰各民族的历史，诚做正统，无人提出抗议，会当看出中国人对这方面的反省诚少。用台语来处理台湾历史，大省是会当用台语来整理咱祖先留予人的宝贵资产，可比歌戏、剧本、歌谣、俗语、民俗习惯等等。第二，用台语来回想咱祖先的历史故事，自然较有台湾味。第三，咱的语言的历史的对话中，会当愈来愈活跃、愈丰富，袂去互消失。回想过去40多年来，国民党伫台湾所实行的历史教育甲语言政策，对台湾历史文化是相当的伤害，先消灭台湾人的语言能力，袂当用母语思考发展文化，二来搁再抹杀台湾史的存在甲价值，结局台湾语、台湾史自然被淘汰，台湾意识渐渐淡薄，无法度累积文化成就，并且无法度产生民族的认同，这实在是真危险的代志。中国人讲要亡人之国，先亡人之史，我想爱阁加一句，要亡人之史，先亡人之语言。有这款认识了后，应该是认捌了后，咱的台语文运动会阁较有意义。
好，以上。感谢暗公照，甲咱这篇读了。暗公照甲咱读这几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好，无感谢大家。咱刷落去头。第3篇，这是蒋教授，应该是做学生的时阵写。敢有啥物来甲咱做伙读？阿明，若毋是你先读，就是我先读，看你要读到倒位。我试看卖咧。等者我出一下画面。台湾需要有照起工教的历史，毋是这个。毋是啊。看毋对。平身台湾人的台湾观，这几年来，因为你会当先叫30秒。歹势这几年来，因为政治上的解放，伫台湾岛屿顶头，保育历史、环保、族群文化渐渐受重视，本土意识慢慢抬头，会使讲拢是托政治的福。咱自细汉受国民党式的教育，爱中国，爱长江，爱黄河，爱蒙古大戈壁，爱做黄帝子孙，爱迄种有可能咱一生拢忘袂着、看袂着的物件。伫咱开始自觉要独立思考的时阵，有时免不了还阁会受较早死板教育的影响，所以公开讨论、互相批判，是咱自我检讨、追求进步上好的方法。像是主人伫汉人来到台湾进前，原住民是这块土地唯一的主人，买手过来，荷兰人、客人，经过200多冬，到日本统治，才慢慢形成以原住民、客人、荷兰人三族群为主体的本岛人、台湾人意识。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放弃台湾，台湾搁换中国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同时嘛带来100多万所谓中国人的大陆的族群。为迄时阵开始，台湾岛上加一个大陆的族群，不过这并无代表因愿意，或者会使成做主人之一。40年过啊，老的总是社会落叶，新的总是会路途电紧。伫所谓本身节大声在喊重视本土文化的时阵，歌星节个嘛会不甘寂寞，甚至讲限制挑工摆铁蚵仔，这个时阵问题就来啊！伊是毋是一定爱所谓歌星节并入全台湾3大族群，才算是认同台湾本土化？第二，歌星节自立一个大陆的族群，敢有算是认同台湾？敢有算是本土化？第三，毋愿做大陆的族群，嘛毋愿加入原3大族群，敢若等待反攻大陆的中国人要安怎？过去重视本土文化，总是定位伫荷兰文化为主，亲像一卡番薯签饭，荷兰族群是饭，客家是番薯签，互人问一个直接的导游是原住民，而且总是强烈要求大陆的族群加入原3大族群，才算认同台湾。现此时，咱是毋是会当接受自立大陆的族群，嘛算认同台湾，有台湾意识，台湾的主人之一呢？是毋是会得通忍受因爱台湾，何必讲台湾话呢？有的反对台湾独立的理由是顶面所讲的第3点，得到这毋愿做台湾人的中国人要安怎？敢讲为着这台湾人就爱放弃做台湾人？敢讲互因有自由选择的机会还无够？敢讲因的中国情挂袂长，台湾人就爱对因高甜，感情放袂离？歌先读到这。感谢阿明，读了真好。阿明甲咱读到这8拍，敢有人有啥物所在，还是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无吼？
无就刷落去读啊，因为我今仔日读册话就早就结束。安尼刷落去，我刷落去读咯，敢有人搁要读？若无我就读。第二，浪漫激情。这几年 T 恤毋是流行punk， 嘛毋是新神，是伫流行倒转有台湾马克的图样，将台湾穿伫身躯顶就袂输。心中有台湾。文化营、环保营是这几年流行的趋势。人讲输人毋输阵，输阵歹看面。侪少年人开始会想要发现台湾、认捌台湾、关怀乡土，想要知影除了黄河之外，还有淡水河，还有落水溪。袂少人会想要伫歇寒、歇热的时，经一两下营队来参加。但是分段、斟酌日常的演讲、座谈，也是文化活动，袂少人会伫操作文化营为原住民的母语文化流失来怨声大气，佮抱不平，煞袂记得家己是迫害者，嘛是受害者。袂少人办台文营，虽然讲爱保存母语，结果不过暗会唱一寡台语歌就准拄煞。袂少人讲台湾史，讲甲会飞天撞地，详细较听。不过是伫讲一寡台湾古迹。爱台湾必须重心甲土地放做伙，必须是有感情的、平等心态的，而且佫爱有用行动去实践。对待原住民，是因为咱要服务因，满足咱的希望。也是用同款的心情来听因讲，来了解因真正的需要。了解台湾文化是为着要参加营队，还是因为咱要点遮定景来台团？保存母语是为着会当伫暗会表演，还是为着日常生活要使用？对民进党台语政见发表会，听众真靠老化。会使大概看出顶一代台湾人和这一代台湾人的差别。40年的教育，量的累积造成质的变化。台湾话对少年辈来讲已经毋是自然的，甚至甘愿讲家己的语言是国语，部分承认母语是河洛话，嘛追求自然就好，因为已经习惯讲国语，何必刻意讲袂骨溜的台语？虽然讲台湾话和台湾意识爱台湾无冲突，毋过咱嘛毋通袂记。嘛毋是全台湾的人拢会晓讲北京话，伫文化上想要了解别个语族的文化，伫经济上想要趁别个语族的钱，伫社会上想要和别个语族斗阵做伙，就要尽量学习其他语族的语言。好，以上，请问这几趴，敢有啥物所在有问题？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讨论？若无，这三篇读了，大家看有啥物感想？要讨论呢？拢无，感谢大家安尼今仔日读册会要结束啊！敢真正拢无，大家讲有伫诶，无甲我拍一个破啊个。有啊，你讲有啥问题？无，好，安尼大家有伫诶，安尼我真安慰好。无你讲到要讨论的。哈？阿明你讲，阿明你先讲吼。要到讲即句话袂输，管已经做成啊咧，对无啦？讲啥笑？等下拄则讲啥？无啊，就是想讲无会当来讨论，就是今仔日有看到啥物，不管是新闻还是拄着啥物代志，咱的语言历史有关系，拢会使来讨论，无开讲。嘿啊，会小可有关系拢会使啊。拢会使。等下敢有？无我小可讲者好啊，就是拄则9点到10点，9点到10点我有参加另外一个空间，迄个东风快车，因咧讲政治的嘛，就是因今仔日请迄个之前有一本册，叫做《阿强啊，若拍过来要安怎》迄本册吼。其中一个作者迄个作者嘛是新北市的一个民进党的议员候选人啦。
伊就是有分享一寡伊知影，因为伊甲迄种国安单位小可有一寡计较啊，甲合作嘛，所以有一寡代志较知影，所以伊就有伊迄个空间就请伊来分享。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其实即届迄落啥，因中国开迄个会啦，就是即摆的结果就是讲。伊迄国台办国台办，伊即摆带头的人，甲进前的应该讲内底的成员，甲以早的全部拢无共，全部拢换一批人。听讲是即摆迄批人是全部拢是习近平伊要伊的，伊去安排，所以表示讲未来国内就是对台湾的一寡，毋管是信息的即种战争，还是侵略。愈强敢若一条就是比进前搁较强，搁较直接受到习近平伊的指挥啦。所以我感觉讲就是对迄种有在做战争的研究，还是讲信息战的研究的人，就是因较要义还是讲因专攻在看的部分，迄是较一般的人较无法度去接触，还是讲无法度理解到遐深。毋过对咱来讲，对我来讲啦，就是我感觉因一定毋若是伫迄种所谓的新闻媒体的部分我感觉对文化的即种侵略的工课，伊嘛是做甲足认真、足拍拼在做。所以我感觉讲，就是咱嘛是爱注意啦，爱对我来讲，就是咱讲咱的迄个啥，咱在甲咱的友谊在交流的时阵，是讲甲无熟悉的人在交流的时阵，其实嘛是会使，就是透过语言的选择，甲因讨论所谓的文化语言，咱甲中国的迄个无共。这嘛是一种建立一个基本的心理上的，还是讲文化上的一个界线。我感觉这反射甲因做迄种信息战的这个时间是同款重要。对。拄则嘛是我分享一个新闻，一个迄个 Twitter 的消息嘛，就是有中国人因的迄个名称要来台湾，迄个中国人。我无确定讲迄个人是中国的迄个公关公司的内底的人，还是真正就干那是中国人尔。伊个有买迄个台湾的公车广告，就是要求因为广告设计全部拢是用简体字的，爱伫迄个台湾的公车顶管安尼，伫毋知搭一个市区安尼四界写啊。我感觉讲就是这对我来讲，我是无法度接受啦。毋过反正是台北人是有法度接受，我毋知。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无一定是必然的发生，毋过我感觉这是一个这叫啥上顶，还是讲是一个符合，还是讲一个就是一个现象，咱爱注意。竟然伫公车顶头有简体字的广告，我感觉这有淡薄仔含嘛。伊要广告啥物人接受这项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听讲是伫台北对吧？我无讲介确定，我爱搁看者，对啊，就是讲迄个啥，因为广告商就是会讲公车的迄个啥经营迄个广告的迄个单位啊是啥，因就会讲阮无法度要求，无法度审查因的内容啊。毋过我是感觉讲你家己拢无迄个 sense 吼，就是咱是台湾，你要用简体字，就足清楚讲这个公司是为中国来的嘛，对无？伊这买广告的人就是中国人啊，所以你拢袂家己小可先看卖一下，讲你这个单位到底是倒位你就是安尼敢袂使安尼做，对无？安尼实在是伤过含嘛，安尼人来台湾，就是这是台湾还是中国？简体字就好啊，对无？对啊，我是感觉讲，台湾人有法度接受这，我嘛感觉讲真正是。无，你看伫公车顶悬吼，即款物件广告会当出去，用纸要加一个迄个白话字的批，就搁互学校甲伊冻掉诶，实在是有够含诶。对啊。你讲另外一个就是迄天阿秋顶甲阿秋，毋是讲要寄迄个啥，就是台湾通信的迄个册互我收到啊，伊顶悬伊寄迄个
包裹，就是伊顶管拢是写白话字啊，佫寄会着诶。哦，对啊，所以邮局内底是因绝对是有人会翻译嘛。系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就是安怎讲，你无要甲台湾的母语的语言，就是甲伊保护起来，甚至是讲甲伊提升做，就是甲中国话共款的地位，到这个坎站，你无去做这项代志啊，你电脑佫会使当互遮个乌鲁无济物件，甚至是讲咱敌对国家的即个物件，拢会当走入来。我就感觉讲，这真正是有够合，我真正是足无法度接受。对啊，这真正是要去甲哪一个单位反映，还是安怎？就是这哪会这合像无？看到咱是咧台北市。我看者，若是咧台北市，可能爱甲台北市政府反映啊，毋过你爱等阿中选调了后再去讲，即马可能无人要插你。是毋是当甲因检举啊？伊是伫迄落啥信义干线啊，可能是台北市。对，因为其实台北市的公车吼，遐公车的公司因收到台北市政府的补助真济，所以咱的公车票才会遐尼俗。所以既然是台北市政府补助，所以我感觉有可能也主管机关是台北市政府啦。若无交通部可能无管到遐，对。我感觉是可能爱甲市政府先反映一下。对啊，首都客运是首都客运哦。我看者这是搭一个客运啊，迄个信义干线是搭一个公司。无要紧啊，这都较无熟。因为你拢调倒来。无塞车。我对迄个公车的公司无。迄无要紧，咱对，就是可能爱去查啊，看是倒一间公司。我感觉你甲公司去反映是无路用的啦，因为因都是想，因干那要趁钱尔，才无插你遐济啊。对。讲有怀疑有人互我钱，讲家己囥一个广告，若无正经迄个啥新报迄边，毋是迄个迄只狗，毋是伊囥的啦，什么个是下骹的人囥的，讲什么台中人卖，阮新北市嘛卖，迄个广告无，即泰国迄个广告啊。嘿，对啊，所以这应该是会使去查者去反映一下啦。明仔载早起来敲电话。若无互迄个立委啊，还是啥啊，对即款话题较有伫咧关心的。直接甲伊敲电话去因个办公室甲伊反映安尼，嘛是会使。即个时阵反映应该是有路用的。会使找议员啊，因为之前高雄市的公车嘛捌有即款现象过。就是议员出来辩的啊。明仔载我嘛来敲电话，干真正是足袂爽，看这条我真正是规个血拢倒起来。等下来买饼干。感谢丹老甲咱的分享，大家感觉有啥物感想、啥物问题，还是要讨论呢？敢有？我来结尾哦。咱读册会逐摆读个文章，讨论的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伫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眼甲倒数的台语车帮，倒数的台语车帮有新的单元，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再会，拜拜，感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